湾俗语摕来谈，声色趣味是有内涵。欢迎收看《报道高阿丁》，我是林显元。台湾俗语是咱祖先伫这个土地生活体验所产生的智慧。报道高阿丁就要用俗语带乡亲，咱做伙来去看咱台湾人的故事甲文化。过去若是讲到庙口，大家的共同记忆呢，就是讲一群人啊围斗阵，只是为了看一出布袋戏。这就是俗谚伫咧讲啊，一口道尽千古事，10载操弄百万兵啊！有影咧吼，咱看这个布袋戏啊，不管是各门各派吼，拢伫这个掌中来拼真功夫。若是安尼生啊，其实啊，这个布袋戏红仔的雕刻吼，会当算讲是互这个布袋戏流行的一个真重要的关键。说到咱呢，咱就先来看一段有关于这个布袋戏雕刻技艺的 VCR。布袋戏伫咧台湾的民间艺术当中占真重要的分量。一身细细身材的布袋戏红仔，伫咧主演的操作之下，生动表现出人间的悲欢离合。基本的戏红仔是由头冠、服装和红仔头所构成，尤其是红仔头上界重要。伫咧雕刻师傅的雕刻之下，将一个插头化作表情生动的人物。我甲讲，咱较早上古早即个清朝时代的红仔吼，迄拢互你卖网伫咧，伊啊拢你若手若垃圾若澹去甲网咧就落漆啦，因为伊迄拢控袂漆，拢水性的啊。古早红仔叫做人地红，人地红就是出门就是拢担遐红仔就对，毋则叫做人地红。伊若用几十身啊，都做好过啊。因安怎营养要来做有够，安尼就好啊。因为电视布袋戏的登场，也改变了布袋戏的生态。庙口野台布袋戏豆啊无去，搁再加上伫咧刻红仔的人工成本较悬，豆啊这一寡雕刻的老师傅，嘛开始思考要安怎用其他的方式来表现因的工艺。大家日真欢喜，后来个报道歌丁，请恁大家紧来看，看会到高斗过赢一招哦。有哦，有影咧，说吼，讲话有影会甲人话啦吼，各道理就知吼，这个声吼，就甲咱吼带回了这个布袋戏吼上时行的时代啦。会记得讲大家吼细汉的时阵，伫咧庙口庙埕啦，不管是讲去看戏啦吼，去看布袋戏，去看歌戏啊，甚至讲食的物件吼，每一项拢流传到现在。这是一个真珍贵的功夫，所以讲咱今仔日吼就来讲这个怪老祖吼，这个布袋戏的功夫啊，什么功夫啊？雕刻的功夫，这个刻红仔的功夫吼，当然啦，咱头拄已经听着声，咱即摆来看到影，看到人吼。咱先来欢迎着咱今仔的来宾，咱布袋戏的雕刻大师柯金邦老师啦。谢谢啊，这个林主持人甲这个杨理事长。另外呢，咱过来欢迎着咱台湾传统技艺推广协会的杨玉如理事长小玉。大家好。老师啊，师啊，吼，这个布袋戏内底有一个叫小吼，有这个声啊、段、精、活、跳，吼，这5种啊，会当算讲吼，每一个红仔头啊，甲伊拢有伊的个性，啊，有一个无共款的外形吼，啊，这个有影需要讲你讲师傅吼来雕刻出来吼，啊。我一个足好奇的这个问题吼，就是讲啊，你是安怎会去接触到这个刻红仔这个工课啊？甲阮老爸哦，那爱阵伊拄好当水用工课，拄好当坐。安尼所以讲，即要做怎我对伊传落来。安尼啊。迄阵啊，尤其是差不多这个60年代对无吼，这是上兴的时阵。啊，这个红仔咧卖吼，除了是卖互这个专业的团，啊，敢有卖互一寡爱好者，佮比如讲爱耍的人，敢有安尼？因为大陆入来吼，拢加去做啊，逐身拢共款。是。啊，咱这拢手工做的吼，拢种限量版的。拢独一无二的啦。是吼，就是敢若迄阵，咱拄则吼，师你有讲啊，你这红仔吼，愈刻愈大身啦，对无吼？以早讲这像讲这冠老祖这个时代啊，这是算讲较早期吗？对，
这我甲你讲，清朝时代就是遮大粒，清朝时代就遮大粒就遮大粒。啊，到了尾就变做是，真做变做是安尼。苏阳文对吧？苏阳文这我熟悉，这大家拢熟悉。这50年代，哦40年代尾就开始迄个，到50年代，到70年代，因为伊也就开始又个拢伫收藏的，是哦，所以讲这个怪孬子也好啦，吼，苏阳文也好，拢是使你安尼刻出来的。哎，对，这拢纯手工做出来。有影吼，听讲这个怪孬子因囝一出世就有喙手，是啥怎缘故咧？无啊，迄老母生出来就安尼啊。怪孬子听到讲我哪生这个未正破名就出来。喙手都够大晒的，啊，讲话搁老风，搁无在。每一个翁仔头，每一身翁仔吼，拢有伊家己的个性啦，吼，伊的心思啦，对无？我看，你看咱这怪孬子啊，你看伊的喙，这喙管安尼合者对无？这是毋是电动的哦？我来讲，以早就有啊。啊，你像目睭的年的是这个黄俊良啊先生上电视才开始做目睭的年的。我知啊，所以讲以早咧做外台的时阵，还是内台吼，拢是敢若喙。对无？啊，到尾尾到电视才开始有目睭的呢。对。啊，像讲这啊，这翁仔头，哦，这个有影是有爱有技术的。啊，这就是50年开始。这是初批吗？ 50年代嘿，初批。哦，伊本来就是安尼，迄老花一路3行尾，好下去流目屎，放屁搁加闪屎，放尿搁加尿袋。哦。啊，喙肌，哦，喙肌，嘿。哦，是吼。哎呀，啊，这翁仔就是这种翁仔第一歹过。你出去你甲看吼，电视你做这种翁仔足少的。是。因为安怎了？要张甲会活吼，非常不容易。啊，到底困难点是伫什么所在？困难你敢咧分解一下，我甲你讲，这分解这爱一节一节怎啊倒起来，内底第一爱先挖空。啊，吼，是挖空安尼。爱先挖空，啊挖空这地才搁看好。这是好到爱好到啊！你要正空爱作注意啊！这边你差1分都袂使，差1分伊就得服袂麻，袂麻啊！搁带你若张无麻，伊会剩换一边像中风安尼啊！啊，你啊，就是另外一个更是啊，吼，这都毋是灌肉柱啊，这种歪喙柱，歪喙鸡。所以讲哦，这爱学中到安尼像正常的人哦，啊无张起来伊袂好看，啊袂活，啊所以讲这个工上伤就是伫遮，要画一个，甲要好一个，啊好这个刷落，爱搁好迄地，好迄地才搁好字，是吼，啊好迄地，啊你要落空，你就爱搁真注意，你差。都0點伊就袂通啊啦。是吼，使差不多你若咧刻安尼一个粗胚，到会叮当安尼，吼，大概用差不多偌济时间啦。那即阵做较好爱1禮拜左右。1禮拜哦，爱1禮拜。嘛算紧啦，又是师傅级的才会当安尼，啊，像我即款咧刻10档拢刻袂出来。无啦，伊就是讲，就是这较搞工啊。是吼。哎呀，啊你若目睭会硬的，像苏阳文咧电脑较好做。这个物件为什么迄个翁仔吼愈做，拢敢若像讲愈大声，其实甲人嘛已经差不多啊嘛。迄是因为吼，咱的声光效果，其实迄刺激啊，嘿，刺激啊，像咱即摆金光戏啊，爆破啦。啊，还是讲音响啦，吼，迄东西，其实我是感觉后来的产物啦，吼。啊，慢慢啊，你会感觉讲，咱传统的物件，你会想讲要甲找转来，吼。啊，因为传统的物件吼，你看久哦，你看许大哥伊的物件就特别的对无？嘿，这都是传统的。啊，你看金光戏都无共款啦嘛，吼。嘿，啊，使你咧刻这个翁仔的时阵吼，敢有啥物差不多类似的这个禁器？哦，禁器是较无啥物禁器，第一就是你爱做起来活精气神爱有够。是。哦，你翁仔你做起来爱5段爱端正。你熬刻，你若无熬粉，无熬话来讲吼，迄身吼迄个未晓粉的吼，粉落到地，迄身翁仔拢袂靠，拢歹看的，拢走形的。是。啊，这个就是拢爱连带关的，你。熬刻爱搁熬话，啊搁熬粉，安尼落，啊你才配合会到。
讲到这个禁气吼，像讲这个红啊吼，你较倒安尼，啊较拍安尼，哦，这对恁来讲敢有啥物差别？拢普通一般是拍倒吉啦，无迄叫做倒卡。倒卡，嘿啊，啊倒卡这有啥物禁气吗？啊倒卡，因为较会去伤到红啊。哦，片仔无去啊，片仔会无去啦，所以讲你看这有当时啊吼，像我细汉的时阵吼，有做迄个外工戏，啊外工戏就是京剧啊吼、编剧安尼，啊有一尊吼叫做戏神的代表，迄尊就叫做戏神啦吼，啊比如讲迄个戏人内底啊，迄戏神嘛是红啊刻的啊，啊放的时候顶下倒拍，讲面安尼甲遐悬安尼吼，比如讲伊甲倒拍落去，我即摆转去甲因讲，这样个倒拍去哦，迄尊迄片啊真紧就会较歹去，啊你过来转来找师傅。啊嘛一个缺点啦，倒拍就是做了无好才倒拍啦，像咱都开店做了好的都拍掉伊啊。是吼，所以讲真侪禁忌啊，其实吼，这个随着时代的一个科学的这个解说吼，拢有伊的理由啦，唔通伤迷信啦。除了这个红仔咧刻以外，听讲即马吼，啊讲顶一个时期吼，做红仔唔拿插头会当刻，还有其他什物像讲叫做用这个罗梁香对无？这我唔捌听过呢，所以讲吼有真侪话题会当继续谈吼。咱呢先来休一下串，啉一水仔茶，念伊咱怪脑子，再来甲大家讲有关于布袋戏红仔雕刻的代志哟。甲道理才知。报道高阿丁，内容足丰富，有地理，有历史，嘛有人文甲故事。咱若是知愈多，捌愈深，对咱台湾就会疼入心。早期台湾庙会布袋戏文化真时行，大家人拢希望有一身布袋戏红仔，但是去甲真有路的布袋戏红仔，就敢若戏外品同款，毋是一般人负担得起。就安尼，罗念香布袋戏红仔就产生了。啊，但是伊迄个时阵就是讲一般人算袂起迄个茶的布袋红仔，哦，啊，才有人对对这个日治时代哦开发这种的材料出来。罗念香用太白粉和茶叶啊，照比例甲材料搅咧，佮将材料下入去研磨，做成面形，正做红仔头。等伊打了后，佮将材料起模拍日头，拍打了后，就正做粗胚。粗胚甲我石花粉油擦擦熟了后，佮甲戏红仔穿衫，安尼就完成了。你感觉讲安尼画，但是到后来就是靠伊的彩绘的能力。伊的彩绘，我都去将伊的外面来画啥调整过来。施建宏回想起囡仔时阵，因老爸工作坊将近有20外名师傅，平均一工会当生产300身以上的戏红仔。但是因为时代的改变，罗念香戏红仔嘛豆豆啊消失伫咧台湾人的记忆当中。哦，这吼就是咱拄只 VCR 内面啊，看到即个叫做罗念香的即个工艺对无吼？奇怪啊，咱就讲这个红啊，平常时毋是拢是插头刻的吗？对啊，为什么有即个罗念香即个物件？啥物叫做罗念香啊？其实罗念吼，就是咱做松的时阵吼，念香有无？念香吼，伊木屑、岩木屑甲太白粉，啊两个做混合。茶壶啦。嘿，两个做混合。啊，然后用有一个模啊，有一个钢模、木模啊印出来，啊，然后手入去甲压实，用个实的吼。哦，去甲起啊就实啦，嘿，对，起啊就实。啊，然后出来吼，出来就是会这种的模啊。有的这种面型啦，吼啊，虽然逐尊吼拢是用模仔落去做的，啊，毋过拢无相像哦。那啊，毋是模仔吗？那会佫无相像？模仔毋是拢固定吗？对，啊，毋过吼，若日头拍正边的水分就会无去，哦，正边就会较散，欠水。嘿，对，就会较散。啊，若拍倒边就会较散。啊，你若不时就爱变，啊，你若无变，即尊甲迄尊。都无相像啊！哦，所以讲虽然讲是一个模仔刻出来，但是有无共款，嘛是有个性无共啦吼。啊，因为是伊个天气啦，各方面的差别吼。但是我嘛是真好奇啊，啊，插头刻了好好，想怎会去做这啦？
迄阵啊布袋戏红啊吼就流行的啊，所以足侪人就介意布袋戏。啊，所以迄阵啊吼，若想我会想讲吼啊，我去看布袋，我嘛是。家己爱有一尊布袋戏，所以咧，你若有好野的人，就会去买布袋戏。啊，若小看甲迄落一点点啊，就会想讲啊，我嘛想要有一尊，嘿，啊，所以迄阵啊，就有罗莲香这种物件出来。你看到的吼，这是粗胚，啊，伊吼粗胚做了后，伊会搁上一层白灰，吼，啊，佮会拍底，拍底甲开始会使帮伊就一寡色彩啦，嘿，像。你这尊是啥物款的角色，啊，像啥物款的色彩吼？像关顶的足侪物件，伊就是罗莲香的，罗莲香的红啊。这款红啊，就是讲迄个衫是无像啊，但是迄红啊头，就是以前的我定定讲去庙埕啦，看人咧卖迄个布袋戏红啊，俗俗啊，买一尊啊，转去佚佗安尼，所以讲拢是这做的哦。对。啊，咱拢去用骗去啊，咱拢想讲是插头壳的，拢真珍贵，不较个保存。即摆嘛足珍贵的。因为已经消失20-30年咯。这今嘛嘛无人咧做啊嘛。对，因为毋是讲真普遍吗？因为后来吼塑胶出来。哦，是塑胶出来。对，塑胶出来以后吼，这就变做较少人去做。是，当时有影是卖这红啊，卖甲欠货哦。那是这个50年代甲60年代，迄阵是真辉煌啊。到尾啊，就没落啊，没落就是咱这个。黄俊阳，这个温州大儒甲苏彦文，对啦，苏彦文啦。啊，所以讲迄阵电视做落，系啊，戏班戏园无在了做，本来拢戏园做落，就拢3个月、5个月，迄都一年耍3个戏园，伊免去别位做。咱这个电视出现了后，就是渐渐啊啲没落，过来因为大料。搁丢浸起来，因浸入来就是拢用迄机器做的。是。机器做的大量生产落来，啊，因迄阵工资比咱遮加真俗。是。所以讲，台湾艺人都拢去弄倒去啊，都无在了生存啊。就当时一个月找无3个来买啦。因为这3个要来买的是拢。专是收藏的捌货的，才有来得买，一半暝啊，就是讲听到这个名声真好，这个红啊，甲人评落，影加真水，安尼伊就收藏下落，收藏下落，伊就再条去甲人登报。但是我感觉讲奇怪啊，咱伫个电视顶悬毋是翕起来会看搁较油嘛？既然搁较油，甲大身细身有啥物差别啊？因为细身要长细较好长细，要挺较好挺。咱这个或者这个伫行路吼，较会逼真。你大身哦，较得夹起来较差，较袂活。是。像咱人都精神好啊，阵伫行路都摇头半圆。若精神歹，都爱人杀。是有影，是吼其实我知影讲理事长你长期伫个中华这个所在开始咧推广这个传统的技艺啦当然啦，你就看到讲这个慢慢流失的这个危机啦你就所以讲你就从这个咱讲这个罗良香开始咧。那你家己咧做，我听讲你掌握了这个独门的技术即摆会当讲全台湾可能会晓做这个人，敢若村里嘛，对无？其实师傅也搁伫的啦，毋过师傅足低调的，对伊是106年就开始我带师傅迄阵精神也搁真好我带师傅，然后慢慢讲师傅去好好教囡仔，看要安怎做罗莲香，为太白粉、木屑安尼开始一步一步教囡仔，囡仔家己慢慢画，画完以后，我甲明细甲带去学校，个在地故事、田野调查，安尼个变做一出戏，这是阮完整的过程啦，罗莲香本来就是我想要保留起来传统，因为已经消失20几年今年开始慢慢有足侪学校看到阮在做这件代志，是，对，所以讲
囡仔伊会当伫咧指导之下吼，是将即个做红仔即个技术吼，会当继续传落去啦。对。虽然讲，感觉讲真的无重要吼，但是嘛个足重要的，对因为这就是咱台湾特色啊，你别位找无的嘛。上无囡仔会知啊，这是老练。啊，囡仔做出来迄个红仔的形态是毋是就是这个形？对，囡仔吼，其实吼，这因为头早讲过，这有拍白粉、白花吼，拍白花以后，伊关顶就会画色彩，色彩，色水会当家己选择。对，伊的色彩家己画，啊画好以后穿衫啦，伊的衫也无共款。啊，咱以早吼，若要用衫吼，就是讲咱若俗甲无钱吼，咱的衫吼拢用迄落手巾仔，这红仔头嘛，啊手巾啊，啊手枕头啊，安尼就会使耍。啊，阮即摆去学嘛是，就是衫拢是白，啊囡仔画，啊囡仔要安怎画拢无要紧，所以逐个人逐个人拢无共款。最后啦吼，我要来请教师吼，就是讲，这个算是会当算啦吼，但是像你专业的眼光来看，这个红仔安怎人吼？这个就是我要拜着名师，名师就是有气。啊，有去伊伫听红仔才会活，哦，啊，小段甲听仔是无共，公话伫行嘛无共，哦，老生母生，哦，这行人伊拢固定伊的骹步，啊，你若骹步若好，口碑若佫讲了好吼，啊，哇，伊就是真兴，伊就真侪人请。是啊，安尼啊，哦，这是小段，小段出来就是爱安尼撩啊扭咧，撩啊扭。有啊。农家林富美，林富美是啥？林元某，要来找找吼，真棒！要来互伊吼提名一个真棒提名。有啊，咱真棒有提名哦，阮根本有提名哦，来我转来啊，这啥？小抽啊，就是小抽啊，切抽啊啦，抽啊，抽啊出来就。爱安尼哦，行路安尼哦，对啦，系啊，安尼真热安尼就对啦，安尼啊。古早吼，迄看戏拢看到几点，你知哦？几点？看到12点食点心，搁做，做到天光。做透暝。做到天光，啊是安怎伊会安尼？啊，即摆若要耍戏，人就搁去甲赏金。啊，赏金就是要险你做，啊，你就搁做。古早拢做甲天要光啦，是吼，哎呀，所以讲啊，这个一个时代吼，有影是唔通讲是娱乐啦吼，其实迄就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代表性吼，会随着这个时代去做改变啦吼。有当时感觉讲真无彩，但是吼嘛是需要继续甲努力拍拼去继续甲传承啦，啊无有影吼无去是真正就是真大的损失啦吼。咱台湾吼，伫个迄个物资欠缺的年代吼，伫个这个庙会去看戏，当算讲是咱民众生活中真大的一个娱乐，所以吼，这就是俗语伫咧讲啊，千里路途两三步，100万军兵是6、7人啊，伫咧一个小小的戏台顶吼，江中就乾坤天地看吼，嘛带互咱真侪民众哦，咱的百姓有真侪真趣味的回应吼，啊嘛望着讲咱未来啊，会当将这技术啊、师啊，你继续甲咱传落去啊，理事长吼，你着带动阮吼，继续甲伊记录落去来，甲伊传承落去，大家吼做伙来保持咱的台湾文化。报道歌顶用台湾俗语参故事，甲乡亲来博感情。后礼拜请准时收看报道歌顶。